中學文憑 DSE 早前放榜，破紀錄有24位狀元。學生有好嘅成績咧，當然替佢哋開心。我有3點想法，想同大家分享。第一，成績好就讀醫，應該視乎自己興趣同埋性格。24位狀元，其中有20位立志入讀醫科。好多人覺得咧，成績好就應該讀醫科，因為醫生地位高、收入穩定。但我想提醒大家，醫生工作壓力大、責任重，性格要夠冷靜、耐心，仲要有服務社會嘅心志。如果只係因為分數高而選擇醫科，未必能夠走得好長遠。其實咧，香港社會需要各行各業嘅人才，工程師啦、教師啦、科研人員啦、創科嘅專才都係不可或缺嘅。年輕人應該咧先了解自己興趣同埋性格，再決定方向。成績咧只係工具，唔係唯一嘅標準。第二，父母仔女咧都應該有正確嘅心態。成績固然重要，但係並非咧決定前途嘅唯一因素。父母往往希望仔女讀醫、讀法律，覺得呢啲先係對未來有保障。但係世界變得好快，人工智能、數據科技等新興行業咧正在冒起，未來嘅工種同以前完全唔同。父母要幫助仔女開闊眼界，唔好只係聚焦傳統嘅專業。仔女亦都要有正確嘅心態，明白成績咧只係人生嘅一部分。努力固然值得肯定，但係前途咧更取決於心態、能力同埋持續學習。唔好因為一次考試咧而覺得人生定局，反而咧要把握機會，探索更多嘅可能性。第三，學校協助做好生涯規劃。除咗傳授知識，學校更加要引導學生咧認識 AI 發展同埋未來嘅職場趨勢。好多新嘅工種咧正在出現，例如人工智能工程師啦、數據分析師啦、生命科技研究員，呢啲都係未來社會急需嘅人才。學校應該提供更多嘅生涯規劃嘅支援，等學生咧了解唔同嘅行業特性，幫助佢哋咧根據自己嘅能力同埋志向咧作出最合適嘅選擇。學生能夠找到真正適合自己嘅路咧，就可以為社會咧作出多方面嘅貢獻。人生好長 ，DSE 只係其中一個階段，讀書只佔好少部分。最重要咧，都係要找到適合自己嘅人生方向。父母、學校同埋社會咧都要攜手，讓年青人有更廣闊嘅選擇，迎接未來嘅挑戰。請大家留言讚好、轉發同埋分享，多謝大家。